师傅，看把戏。师傅，那日我走了以后，您是不是因为担心我，所以才一路跟着我？心中挂着我字，容易射不准。小心伤口。知道了，师傅。哎，哥。干嘛？你这一进院子就傻笑，你傻笑什么呢？你藏什么呢？哎，我凭什么告诉你啊？倒是你，拿着羽毛做什么？我看这羽毛很轻薄，可以用来做箭羽啊。哼，我看你兴高采烈的，有什么喜事儿？我原谅师傅了。你原谅师傅了？我看是师傅原谅你了吧？真没骨气，前几日还一副顿悟红尘要出家的样子，没想到师傅说两句好话，看把你高兴。别跟我动手动脚的，恶心。哼，倒是你呢，今日午饭都没吃。你今日不是当值吗？怎么当值当的好像动了嗔心呢？哎，对了，今日有人跟我讲，陛下下旨点选你参加今年的科举啊。啊？